耸肩运动。5、6、7、网络连线。8，后耸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二节旋肩运动，1、2、肩膀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三节下抓手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四节向前往后抓手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五节手心向上往后抓手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六节叉腰含胸扩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七节头颈相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八节双手相扣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九节合掌扩胸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十节推掌转头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1节夹背扩胸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2节仰头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3节抬头看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4节，暴走转头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5节，夹臂扩胸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6节，回头望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7节，后摆手垫脚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8节，模仿游泳动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9节，手后摆腰后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20节，拉伸后颈部肌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21节，颈椎胸椎总动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以上动作每个动作做16下，一天做2次，要坚持锻炼哦。照顾好劳跟拍，代谢不好长跟拍，睡眠不好神安拍，手指麻木交叉拍。3、5天不能做的6件事：1、出汗不洗冷水澡；2、脚底不要受寒凉；3、肠胃最怕食冷饮；4、睡觉莫要关上身；5、喝水不要太快；6、皮肤不能暴晒。不要着急划走，2个红心，关注我。颈椎难受，脖子转动，咔咔响，后面这一块胀痛，2个肩膀沉重，手臂、手指发麻，怎么办？2个红心加个关注，我正在直播锻炼方法。颈椎锻炼操，第1节，耸肩运动，前耸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后耸肩，1、2、3、
节旋转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三节下抓手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四节向前往后抓手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五节手心向上往后抓手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六节叉腰含胸扩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七节头颈相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八节双手相扣左右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九节合掌扩胸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十节推掌转头左右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1节夹背扩胸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2节仰头左右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3节抬头看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4节暴走转头左右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臂扩胸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6节回头望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7节后摆手垫脚仰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8节模仿游泳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19节手后摆腰后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20节拉伸后颈部肌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21节颈椎胸椎总动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以上动作每个动作做16下，一天做2次，要坚持锻炼哦。